我哋嘅頻道粉絲們好啊！今日係3月21號啦，咁啊呢條片就20號拍嘅，咁啊想同大家 update 下個大事啦，同埋分析下一啲嘅機械人賽道啊，特別想講一隻越疆，同埋想講一啲創新發明對股價影響啦。我呢個頻道係關於財富啦、賺錢、理想、正能量嘅。如果你想喺財富道路上有更多嘅啟發、啟蒙，記得 follow 翻我嘅 channel， 同埋咧會有唔同嘅直播啦，同埋小影片同大家 update 嘅大事噶。咁啊，好多人咧對越疆呢隻股份咧非常之唔熟悉啊。其實佢一啲嘅機械人概念嘅股份啦，咁啊亦都就係話佢係做一啲嘅人形機械人啦、輔助形式嘅機械人為主噶。咁啊，其實你見到咧，佢本身嗰個嘅市場定位方面咧，都係比較上係有一個嘅human being 啦，即係例如佢可以一個靈活性好高嘅機械人咧，幫你去做一啲嘅家務啦、煮嘢食啦、照顧老人家啦，甚至乎搬搬抬抬啊、人形化等等嘅。其實全球咧協作機械人嘅市規模咧，2025年今年已經達到4500億嘅美金啦。咁啊，滲透率由34% 啦，去到60% 嘅。睇翻越疆科技咧，部署係做8萬台嘅協作型機械人，咁啊覆蓋翻汽車啦、新能源等等15個大行業嘅。咁啊，全球化嘅佈局咧，其實海外佔翻59%，為嗰個嘅增長咧做出基礎嘅。咁另外咧，喺醫療康復啊、商業服務等等嘅場景需求增加咧，見到佢做嘅機械人咧 Dobo Atom 咧嘅靈活性可配合到去翻嘅咖啡店啦、熒幕上嘅咖啡店嘅製作嘅飲料啦，咁可以取替人類啦，因為其實咖啡嚟講取替一個重複性啦，同埋一個嘅預定制度嘅配方為主嘅。咁啊，夜晚嘅話都要做啲夜間藥店啦，咁慳翻啲人手啦。其實預計咧2030年咧，機械人個市場規模會達到8000億元嘅，咁所以其實個空間係非常之大嘅。OK， 咁啊，同埋去做一個全自己自然嘅能力嘅零件啦。核心零部化國產化90%，亦都用咗780項嘅專利㗎。機械人重複定位精準度達到0.02mm%，咁啊安全速度達到行業4倍嘅。咁其實啦，亦都係同咗呢一個嘅商湯啦、聯合華為啦，仲有個生態聯盟嘅。H-Trainer 平台有5000個嘅行業解決方案，推動翻軟件硬件生態為一體嘅發展嘅。咁其實啦，你見到佢2021到2024年咧，其實佢條數咧仍然係處於呢個虧損嘅狀態。咁你就問啦，喂，點解炮姐佢明明喺虧損嘅狀態，仍然個股價咁亮麗咧？因為其實一個嘅股價係反映過去啦，股價反映未來啦，業績係反映過去㗎。咁其實啦，2025年咧，佢係出咗個全新嘅人形嘅機械人啦 ，OK， 出咗個全新人形機械人啦，咁啊有望咧突破翻佢嗰個嘅技術盲點嘅 ，OK， 技術盲點嘅。咁喺3月份咧出咗一個嘅靈活動作啦、直膝行走啦、人形機械人啦 ，Dobo 咧 Atom 咧配搭呢個1500 TOPS 嘅偵測算力嘅神經驅動系統啦，實現0.1mm 嘅精準操作同模仿人形嘅行走㗎。咁售價方面係非常之 user friendly 㗎，對比外國講緊係超過780萬一部嚟講咧，即係19.9萬嘅。咁亦都係決定性嗰個瞄準市場啦、工業化落地啦。所以見到喺3月11號呢隻嘢出咗之後咧，佢連續3個交易咧係爆升超過100% 嘅，市值突破翻293億，而家更加係突破300億嘅，反映市場對於嗰個技術入價咧同埋嗰個量產嘅潛力咧係極度樂觀嘅，而且相輔相成，3月10號入埋呢個港股通名單啦，南向資金單日係入咗150億港紙㗎，推動股價進一步係攀升翻嘅。所以其實一啲嘅機械人股份咧，對於一啲嘅新型產品嘅推出嚟講咧，股價係非常之敏感㗎。所以大家咧投機或者投資呢兩板塊咧，都係需要留意翻佢新品啦，佢嗰個嘅變現嘅力度啦，同埋佢本身嗰個嘅營業力度啦，因為其實你見到好多譬如優必選啊，或者係好多相關嗰啲機械人股份咧，其實都未有錢賺嘅。地平線機械人等等類似股份咧，
咁大家都要睇翻嗰個爆發規模啦，消費嗰個影響度啦，因為而家都係 B 端工業環境啦，C 端復明機械人其實嗰個客戶對於價格嘅敏感會相對嚟高啲㗎。咁啊留意翻啦，如果佢個情緒減退嘅話咧，譬如佢技術瓶頸啦，即係譬如高精準度嗰個精準度冇咁高啊，或者技術瓶頸嘅話咧，可能就會影響到佢相關嗰個嘅叫做升值潛力啦。美國機械人概念股，咁同埋啦，你見到其實喺翻港股之外啦，美國方面其實有得好多相關嘅機械人概念股咧，其實大家都係可以去觀察翻嘅 ，OK？ 咁啊，你見到其實就係話喺今年嚟講咧，一個 AI 醫療科技咧係非常之熱切啦 ，OK？ 同埋就係非常之叫做hit 啦。咁呢一個嘅其實喺翻呢一個嘅美股方面都好多嘅機械人概念股嘅板塊，大家可以去留意翻啦。但係都係必須要留意翻我頭先講嘅幾個重點啦。第一就係話佢嗰個嘅新品嘅定價啦，第二嗰個精準度啦，第三就係變現力度啦。譬如呢隻呢個 ARAY 咁樣咯，大家都可以去即係去觀察下啦。特別另外一隻叫做RTX 啦、雷神技術等等咧，都係一啲嘅核心概念股嘅 ，OK， 都係啲核心概念股嘅。咁呢啲嚟講啦，你都要小心啲，特別 RTX， 我覺得呢啲都係今年一個幾大嘅主題啦，係啦。如果有所回落嘅話，其實大家都可以留意翻啊，130蚊呢啲位啦。譬如呢個 ISRG 咧，係做一啲相關嘅輔助醫療性質啦。其實我覺得呢一個行業賽道都係非常之叫做有個憧憬性喺度。點解咧？因為其實機械人嗰個嘅醫療科技嚟講咧，好多人都係會係覺得佢係會有一個嘅炒作嘅空間啦，同埋可以取代到人類啦。仲有就係話佢係可以好多唔同嗰個嘅點位喺度啦。咁呢一個嘅其實我自己覺得都係可以值得去諗嘅。OK， 大家都係值得去諗翻，咦佢唔同嘅點位喎，或者佢唔同嘅點喺度咧，或者係變嘅力度咧。好啦，咁啊今集嘅經濟主題到呢一度啦，希望大家俾啲 like 啦，咁樣就會出下一集啦。咁啊，仲有就係話大家 follow 翻 channel 啦，咁啊收睇最翻資訊，記得幫我 timing，everything，拜拜。